青青，放开！别想占我们家青青便宜。青青，放开他！将军，这位先生与青青是两情相悦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你知道我不知道？这几日你忙于公务，所以就可以这样啊？他是江湖郎中，正在给青青治病。他怎么了？他受伤了。怎么受伤的？青青。 放开！青青也该上药了，你就先交给将军照顾吧。就听龙颜的吧。那你要好好照顾他。还有你教，别想占我们家青青便宜。你说什么？ 我说，别想再占我们家青青便宜。将军，我先送这位先生出去了。 青青，你这额头怎么了？没关系的。他刚刚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说我想占青青的便宜。我和我的青青相处，什么时候轮到他品头论足了？你的青青，青青答应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他没拒绝我的追求，想必是同意。是吗？你们多久没见面了？我们俩，你公务繁忙，他整日清闲着，都没去找你。唉，恐怕情况不大妙啊。你说的话我不信。还有，刚才居然说我是江湖郎中，不然我说你是罗峰阁阁主。